大家好，我是广西故事讲述官卢瑞祥，是广西文化产业集团副总经理。汇丰壮运通过文艺作品在异国他乡获得关注与喜爱，这是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文化产业扬帆出海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广西声音的一个缩影。年初开始，集团2度推动广西优秀剧目到马来西亚考察交流，24天的排演档期，百业道盛演出了28场，吸引了8000多人次观看，票房收入约107万元。广西文艺精品剧目在东盟国家成功实现市场化驻演。未来，我们广文集团将创作更多文化精品，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，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，拉紧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文纽带，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贡献广西文化力量。